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阿强的军机搁来乱咯，早起的9点到10点，再度来入侵到台湾西南边的空袭，台海的气氛紧张。也毋过，美国卖武器予台湾，搁传出着好消息。伫美东时间26号，美国通过了要卖100套的华顶鱼车飞弹予台湾，总金额高达新台币677亿。这是一礼拜来的第2届，嘛是川普政府第9届把武器卖予台湾。国防部认为，这会当强化咱台湾作战的能力。美东时间2日，美国政府针对最新要卖予台湾的鱼车飞弹系统进行通知各国程序，有可能伫1个月后就正式生效。国防部也借这个机会在此表达诚挚的感谢。那么采购这些武器都是可以强化我们的可视战力以及不对称的战力，也就是我们可以提升我们整体防卫作战的能力。总统府到外交部嘛发出声明表示，感谢这摆美国方面卖台湾的100套的华上的鱼车飞弹系统，总价值差不多是新台币677亿。那是一礼拜第2摆，嘛是川普政府第9摆卖台湾武器。在这个杂波比较多的状况下，它也能够执行反舰任务。所以，一方面来讲，当然它的性能，可以符合我们在台海周边近海的一个防御能力。第二个来讲，当然它跟我们自制的熊猫型反舰飞弹的话，也是一个互补作用，增加解放军在这个防卫上面、反制上面的一个难度。那核心武器嘛练兵，国军为昨日开始到30先带5港4名进行今年第4季的战备指挥操演，真侪战车伫半暝时出现伫淡水。演练重点是战力的保存作为，采实兵、实装、实地、实作的一个方式，落实全员战备的一个任务训练。国防部强调讲，国军嘛将透过战备指挥操演，结合地形地物对人员武器实施伪装，会使进一步提升保护的能力。